今日講西周滅亡嘅傳聞，烽火戲諸侯。話說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寵愛妃子都賜，但係都賜卻從來都冇笑過。幽王為咗博佢一笑，就帶咗佢上咗城牆，之後更點着烽火。諸侯以為外族入侵，紛紛起兵勤王。結果發現遭到戲弄，好似見到咁嘅場景，都忍唔住笑咗一下。之後外族犬戎真係入侵啊！幽王再次點燃烽火求救，結果發現冇諸侯嚟勤王啊！首都亦都咁樣俾人攻破咗，西周就此滅亡。之後好彩平王東遷，先將周朝延續咗500年，而呢500年亦都係著名嘅春秋戰國時期。